當比特幣遇上洗衣機，虛擬與真實的交錯。在油麻地的一個尋常早上，我如常走進洗衣鋪洗衫，熱氣騰騰的衣物翻滾之際，我的目光卻被牆角的一部機器吸引，不是乾衣機，而是一部可以買比特幣的自動販賣機。現金入機，即可換取虛擬貨幣。這一刻，我不禁自問，洗衣服與比特幣有何關係？這種真實買虛擬的場景令人錯愕。我再望望洗衣機，並不能用比特幣付款。事實上，在香港，我從未見過任何一間商店接受比特幣。它仿佛是一種存在於空氣中的貨幣，沒有落地的用途，但它仍然存在，甚至在洗衣鋪旁邊靜靜地販賣。為什麼？我曾在一個財經研討會上提出過一個假設，若中國政府將其法例全面套用至香港，比特幣可能會被視為非法，從此消失於本地市場。因此，2047年之前，或許是香港人最後的自由窗口，可以選擇是否持有或出售這種虛擬資產。比特幣的出現，源於各國政府對自身貨幣的失控，印鈔如印報紙，通脹如洪水猛獸，歷史上蔣介石的金元券、日軍的軍票，最終都淪為廢紙。相比之下，比特幣雖然虛擬，卻有其稀缺性與技術保障，是否反而更硬淨？若以黑白來比喻虛擬與真實貨幣，我不禁想起金庸先生的《笑傲江湖》。五岳劍派與魔教，誰是正誰是邪？在不同立場眼中，答案各異。比特幣亦然，它既是自由的象徵，也是監管的挑戰。而在洗衣鋪的角落，它靜靜地提醒我們，在這個看似平凡的城市裏，虛擬與真實正悄悄交錯，等待我們去理解、去選擇。